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来读《列王纪上》第12章1到24节。罗波安去示剑，因为以色列人民要伫遐设立伊做王。以前尼巴的囝亚罗波安为着闪避所罗门王，走去住伫埃及。亚罗波安要伫埃及的时，听到罗波安做王的消息，以色列人找人去请伊倒来。亚罗波安就甲以色列会众来见罗波安，对伊讲：你的老爸互阮爸当会当，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减少阮的苦工，阮就服侍你。罗伯安甲伊讲：恁倒去，3日后才过来。人民就倒去。昨天在第11章，我们看见耶罗波安被示罗人亚西亚先知所预言，神要拣选耶罗波安，给他10个支派，一件衣服撕成12片，他可以拿到10片，但要为大卫的后代留一片。但是所罗门却是追杀耶罗波安，以至于耶罗波安起身逃往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那所罗门死了之后，罗波安去到示剑。示剑这个地方，从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就是在示剑开始筑坛。第一次跟亚伯拉罕立约，创世纪第12章，也是在示剑，以及当雅各全家从亚兰回到迦南，也是先在示剑为神筑坛，清除偶像，在创世纪33章、35章。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约书亚也是首先在示剑筑坛，并且在西利辛山上和以巴路山上宣告祝福和咒诅，并且立志顺服上帝的话圣约。约书亚记第8章。而约书亚在他死以前，也将百姓召集在示剑，还有在约柜的面前，从头数算神的恩典，激励百姓坚定与神所立的约。所以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罗波安来示剑，示剑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因为大卫的关系他把这个信仰的中心敬拜的中心移到了耶路撒冷。但罗波安可能为了要在北边以色列百姓支派当中能够有影响力，所以他刻意去到了示剑。那示剑在今天有考古的示剑城的遗址遗迹，那以及基利新山、以巴路山，我们都可以看到。而罗波安来到这里，他想要来建立自己的王的地位，巩固王的地位。但以色列人有个条件就是说你的父亲就是所罗门，使我们以色列人背负重恶。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所罗门很多的建筑，那从交换食物贸易到用20座城，那还有好几万的这些的工人。那所以他们希望罗波安能够减轻这些的重恶，那他们就愿意继续来服侍罗波安。但罗波安显然他没有准备，头脑一片空白，所以他先用缓兵之计说：好，你们3天后再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第6节。罗伯安的老爸所罗门要挖地的时，有元老服侍伊。罗伯安王请教因讲：恁有甚物计策？我通回复这的人民。因应伊讲：今仔日恁若愿意做这人民的仆人服侍因，因好话回答因，因就会永远做你的仆人。毋过，罗伯安拒绝这元老互伊的计策，去甲遐个甲伊做伙大汉服侍伊的少年人
参详，伊甲因讲，这人民有对我讲，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但恁有甚物意见，互咱通甲因回复。那头脑一片空白的罗坡安啊，那照他父亲的方式，先去问这些开国元老，这些年长者。那这些年长者呢，直接的主意呢，就是王如果能够用像仆人一样，就是不要急着要当王，而是能够先倾听。能够明白这些人民的需要，这是一个仆人的服饰。那用好话，就是用委婉的话，美善的话，也就是有智慧的话来回复他们。那这些老臣，他们大胆预测，他们以色列各支派就会永远做王的仆人了。那可能所罗门在他求智慧的时候，也是求善于辨别人心，然后能够说出好话、美善的话。那同时我们看见，当大卫他就任王位的时候，那他在撒母耳记下第5章，那他也是跟神求一个像是个牧羊人，能够牧养群羊，牧养百姓，知道百姓的需要。马太福音20章26节，耶稣也提醒门徒，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路加福音也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这一些宝贵的智慧，那就在于罗波安自己的选择。但他却第8节说他拒绝不采纳，他一听到要像仆人一样，那他认为他是王子，现在是国王，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那他的妈妈曾经受到所罗门的宠爱，所以呢，他现在能够接替来做王。所罗门到底有多少个孩子？那没有数字，但是罗波安他能够出现呢，一定跟他的妈妈亚门人有极大的关系，得到父亲的宠爱，所以这个儿子呢更是妈宝，受妈妈的宠爱。所以呢，他不去听长者的意见，反而去找那些跟他从小一起长大。那从小一起长大呢，不是教他念书，不是教他做人处事的道理，是陪他玩。所以就是玩伴。然后呢，对他们问建议，说你们出什么主意，我们好把话带回给他。所以在罗普安的心中，他跟这些玩伴呢是紧密连在一起。他说我们，所以他把这些长者呢说你们出个主意，把这些玩伴说我们怎么回答。所以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定见了。第10集，遐个甲伊做伙大汉的少年人甲伊讲，这人民对王讲，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王就安尼应因讲，我的马仔比我的老爸的腰较粗，我的老爸互恁爸重会担，我要互恁搁较重会担。我的老爸用鞭刑罚恁。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亚罗波安甲众人民照罗波安王的话，伫第3日倒来见伊。王因歹声扫应人民，伊毋听元老和伊的建议，照少年人的意见对人民讲：我的老爸互恁爸重会担，我要互恁搁较重会担。我的老爸用鞭刑罚恁。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王唔肯听人民的请求，因为这个代志是出自上主，要实现上主通过示罗人阿西亚对尼巴的囝亚罗波安所讲的话。果然，这个罗波安就跟这些玩伴讨论，玩伴呢只会玩，负责玩而且呢不用负责任。所以他就给罗波安出了一个非常
插的一个建议，好，说你要这样子说，我的小指头比我的父亲的腰还粗呢。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现在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惩罚你们，我要用蝎子惩罚你们。小指头，好，原文意思是小，但是呢，这个词呢，好，也可以暗指性器官。好，如果是暗指性器官的话呢，好，这句话就非常的不文雅。好，罗破安的性器官比他父亲的腰还粗了。好，那这一句话，好，就是非常的骄傲不得体。那后面呢，就是在表达这样的意境。所以呢，我父亲给你们重恶，我要加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好，和本说我要用蝎子。好，那这个蝎子，好，它的原文意思是刺金属或是玻璃。好，那所以现代台语翻成剃起的边啊，好，就是加上铁刺，好，所以这鞭打下去呢，你们得乖乖听话，哈，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呢。那果然3天后，耶罗波安还是带着顺从的心，因为他毕竟是所罗门的部下，替所罗门处理很多建设工程。那他也带着人民，要来面对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但是呢，罗波安就没有把前面小指头这句话讲出来，可是后面的呢，完全是采纳他的玩伴的话。而不是长者的话。所以15节说，王不依从百姓，好，没有倾听，没有学习仆人的侍奉，或是牧羊人，好，来照顾羊群。这个事件呢，是出于神哦。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他这个呢，结果呢，好，就是归咎在谁的头上呢？好，记得是归咎在所罗门的头上啊。因为上帝在第3次对所罗门显现的时候呢，对他发怒，好，就是要撕裂他的国度，好，所以上帝怎么撕裂呢？就是让这些玩伴，好，来使罗波安冲昏头。这些事情呢，就是也要应验耶罗波安的话，好，就是昨天所读到11章29到39节，好，这个示罗人亚西亚先知，好，亚西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兄弟，好，对他所说的预言。我们继续看第16节，以色列众人民皆知王唔肯听因的请求，就对王讲：代笔的王国管无分，亚细囝甲管无关系。以色列人啊，恁拢倒去恁兜，但代笔家恁家己顾好好。对安尼，以色列人拢倒去因兜。毋久，罗波安又原做住伫南部犹大地区的以色列人的王。罗波安王派监督强制劳工的阿多兰去以色列人遐，以色列人民用石头甲伊钉死。罗波安王就赶紧上战车，走倒去耶路撒冷。对安尼北部的以色列人反叛大毕家到今仔日，以色列人民听到耶罗波安到来，就找人请伊去全会众面前，设立伊做以色列人民的王。犹大支族以外，无人对大毕家。那罗波安的回答差强人意，好，那但是以色列人呢，好，他们只有不满，好，可是他们没有选择暴力，而是好，大家就回去吧，好，就不理他了。所罗门已经死了，我们也不用再替所罗门搞什么建设建筑重担，而所罗门的儿子也没有要听我们的，也没有要关心我们，我们靠自己吧，大家回自己的帐篷。可是呢，罗波安心有不甘，他仍然要强制他们做王，所以呢，派了一个老臣叫亚多兰。这个老臣有多老呢？他的亚多兰呢，在列王记上4章6节、5章14节，都有出现过，叫做亚多尼兰，亚多尼兰，应该是同一个人。
那他是负责来掌管服劳役的工人哦，所以以色列国家需要有人来做工。那甚至呢，在撒母耳记下20章的24节，撒母耳记下20章24节的时候，是在大卫时期。好，那这个亚多兰呢，好，他也被分派工作。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0章。好，在那里呢，好，也提到这个亚多兰呢，是负责管理劳役的人。哦，那这个已经是在大卫的时期，而大卫呢派约押好去掌管全军，好，那就派亚多兰好来管理这些劳工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老城。可这个老城去了呢，却被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哦。那罗伯安急忙上车，好，罗伯安急忙，好，这个急急忙忙的意思呢，是下定决心，就是说呢，他现在终于决定要撤退了，好，要离开了，好，否则他一心一意呢，好，想要跟他父亲所罗门一样占领这地。那19节说，这样以色列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啊。直到这个列王记的作者可能是在耶利米以及这个年代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分裂。所以前面有多久的统一呢？从扫罗、大卫、所罗门3个都是40、40、40，但是在所罗门死后，其实死前这件事情上帝就要成就，死后就一一的发生，所以120年的统一王国就到这里结束了，到这里结束。那耶罗波安呢就被以色列人众人拱为王，因为耶罗波安呢他是以法莲支派，跟约书亚一样，那他也是一个办事精明的人。而南国呢20节说，除了犹大支族以外，支派以外，没有人跟随他。我们继续再来看后面的4节，21节，罗波安到亚罗萨勒，就组织犹大家甲便雅悯之族特选的战士共18万人，要甲以色列家交战，互规个王国搁归属所罗门的后代。毋久，上帝话临到上帝重用的人是玛雅，讲：你去甲所罗门的囝犹大王罗伯安、犹大甲便雅悯全家以及其他的人民讲，上主安尼讲：你毋通去甲恁的兄弟以色列人交战，逐个人倒去家己的厝，因为这个代志出伫我。因就听叹上主的话倒转去。那罗伯安心有不甘，但是呢，他还是想要拿回这个统治权，好，这个面子挂不住啊，这就是血气方刚啊。好，那但是他召集犹大全家和便雅悯之族，共18万人，原文是180千。好，但是这个千呢，也可以写成180对啊。因为呢，在所罗门的时候从来没有派过兵，那一下要有18万人，有没有办法？不晓得。那不管怎么样呢，180千，或是就是18万，或是180对，精选的战士，而且呢，来自犹大跟便雅悯，所以我们看见便雅悯呢，可能跟犹大呢就走得比较近，那他们就准备要宣战开战。那但是北国也还没有回应，就是准备要宣战开战的时候呢，神人，神人的意思就是有神性的人，有神性情的人。那在圣经当中，有被称为神人的好几位，这里有示玛雅，摩西也被称过是神人，萨摩也被称过是神人，还有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也被称为神人哦。好，那这个神人示玛雅，示玛雅的意思就是被上主听见，他就直接神要他告诉示玛雅去告诉罗波安，还有便雅悯、犹大全家说，神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打仗，各自回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好，所以上帝呢，直接介入。好，那罗波安
他有没有听呢？后面就一段说，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神人示玛雅呢，好，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被肯定，而且是一个非常被看重的人物。所以上帝透过他说话，而王也听，好，便雅悯支派、犹大全家都听，好，那这个第一场的战争呢，内战呢，就避免了。好，因为上帝只要这个国家分裂，但是没有这个国家两败俱伤。好，那分裂呢，是为了要管教所罗门。好，虽然所罗门已经死了，好，但是呢，上帝的心好已经被所罗门给伤害。好，所以上帝用撕裂的方式。今天的金句在12章第7节，因应伊讲，今仔日你若愿意做这人民的仆人服侍因好话回答因就会永远做你的仆人。好，再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些元老长者，他们的意见呢，真的是非常的宝贵。箴言16章31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所以荣耀的冠冕除了白发，还有就是公义的路啊。好，所以要得着荣耀，好，不仅仅是年纪增长，还要行公义、好怜悯。我们看见所罗门在开始的时候寻求智慧，用公义治理国家，但是罗波安呢，却以玩乐为重，把玩伴安插在自己国家大位上面，最后呢，是用骄傲来败坏国家。我们也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个人自己是否曾经从老人的身上得到什么样的智慧和谏言呢？最后，我们祷告，求主的话掌管我们的心，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仆人的服侍，更而且能够远离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让我们能够成就神的美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愿伫你的面前看见今仔日罗波安王的故事。伊无听趁这个元老老人的话，颠倒是甲爱佚佗爱耍的朋友来用这个凶恶的话、恐吓的话来造成国家的损失，也造成历史无法度恢复的这个伤痕。主啊，求你也帮助阮，互阮更较有智慧，通过你的话。你所互阮看见即个事件，互阮知影安怎样用紧紧来听听就爱快，讲就爱慢，生气就爱搁较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互阮真正会当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会当用上帝话来建设，加好水的时间，会当互主你的名得到高举。也互阮会当来完成主你的旨意甲呼召，愿伫你的面头前献上我的感谢、祈祷甲恳求，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